天然温控水井展现着各式各样的溪水，每一座井洞拢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水井拢是企业家杨春华的收藏品。收集水井无别理由，只是单纯为着水井的水甲纯粹。整个水晶的剖开，它里面藏有不同的晶石，它可能有钛金，可能是茶金，有方解石，有各种不同的矿石。我们希望我们的观众可以近看它。杨春华长期投入文化保存甲公益活动，这个展览举办的初衷是希望会当予大家借着水晶安抚心灵，招财开运，幸福满满。对水晶也真有兴趣的知名导演黄仲宇特别前来欣赏这么好的这些水晶的原矿，这也是一种艺术品，它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收藏品，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希望呢大家惜老扶幼还有很多我的好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来了，想要看到我也在这边的话，那我就会出现，跟大家来结缘。根据了解，水晶才有稳定的能量。拄着正开水晶，心情也会当好了有。欢迎大家伫11月12号进前到公园，行入这个水晶空间，感受满满的正能量。台南新闻小海采访报道。